各位朋友，大家好。上個講咗好多有關失智症㗎喇，咁今日呢要同大家講下喺2025年哈佛大學嘅最新研究發現呢，缺乏一種微元素鋰 lithium 呢係會增加阿茲海默症嘅風險嘅。呢個呢可能係早期阿茲海默發展嘅關鍵嚟㗎。喺8月6日呢，哈佛大學同波士頓兒童醫院同埋芝加哥拉許大學呢，佢嘅阿茲海默症中心嘅團隊喺 Nature 嗰度發表咗最新研究，顯示呢，鋰呢一種時時被認為係情緒穩定嘅微量元素呢，其實亦係維持大腦嘅認知功能、延緩阿茲海默症發生嘅重要守護者。研究團隊就發現啊，佢話喺輕度嘅認知障礙 MCI， 甚至係早期阿茲海默症嘅患者嘅大腦裏邊呢，鋰呢個含量係顯著下降嘅。而呢種嘅缺乏呢，可能係疾病發展中嘅早期關鍵事情嚟嘅。咁究竟呢個缺咗鋰點樣影響大腦嘅健康嘅呢？根據哈佛團隊嘅研究就話，鋰呢唔只係情緒藥物嘅成分，佢喺個腦部嘅自然濃度同埋特速同埋呢個髓鞘嘅保護同埋抗發炎嘅反應都有關嘅。當你嘅飲食之中個鋰攝取不足呢，或者係因為 beta 類澱粉蛋白沉積而令到呢個鋰被鎖住而唔能夠發揮佢嘅功能嘅時候呢，大腦就出現一連串退化嘅信號噶啦。而呢啲嘅變化呢，會加速認知嘅衰退，令到阿茲海默症就會提早出現噶啦。咁日常嘅飲食係可以補充到鋰，令到你嘅大腦受到保護嘅。因為團隊進一步喺個動物實驗中就證實咗，佢話補充一種唔容易被呢個 beta 類澱粉蛋白結合嘅鋰鹽啊，呢個叫做鋰草酸鹽 lithium orotate， 佢係能夠顯著咁防止病理嘅變化同埋記憶力下降噶。咁即係話呢，可以維持身體裏邊鋰嘅平衡啦。咁樣可能係未來預防同埋延緩阿茲海默症一種嘅方針嚟嘅。更重要嘅就係呢，鋰雖然係微量元素啫噃，但係可以從日常嘅飲食之中呢，好容易攝取噶。雖然佢個濃度唔似藥物嘅劑量咁高，但係能夠為大腦提供長期溫和嘅保護力嘅。咁乜嘢嘅食物裏邊有呢個鋰呢？其實根據營養師薛曉晶呢，佢就建議可以嘗試食全穀雜糧，好似小麥啊、燕麥啊，或者係大豆啊、黃豆嘅種子啊。佢話部分地區嘅雞蛋啦、雞肉啊、豬牛肉啊呢啲，或者如果係乳製品呢，就係某些嘅硬質嘅乳酪，或者係法國嘅鮮奶酪啦。蔬菜方面嘅就洋蔥、大蒜、四季豆，同埋部分地區嘅番茄。水果類呢，佢可以攝取嘅係提子啦、梨啦、香蕉。而油脂同堅果類嘅種子類呢，最好就係杏仁同花生啦。所以呢啲係好普遍嘅食物嚟嘅啫。但係佢表示呢，呢個全穀雜糧類呢，蔬菜類呢，雖然佢個鋰含量係比較低，但係因為我哋食嘅量係比較多啊嘛，所以係一個比較好嘅鋰嘅來源嚟嘅。而堅果類呢啲雖然佢嘅含量偏高噃，但係因為熱量過高，我哋嘅攝取量唔會多嘅，反為唔係一個咁好嘅來源。所以佢建議呢，每日攝取足量嘅蔬菜同埋全穀類雜糧呢，仲配合均衡嘅營養飲食、充足嘅水分同運動呢，可以令到大腦長期處於抗發炎同埋穩定嘅狀態。但係如果你家族之中有人有呢個阿茲海默呢個病史嘅話呢，可以同專業醫生討論是否需要進一步補充呢個鋰嘅補充呢，好似呢啲低劑量嘅鋰鹽。所以年紀長嘅朋友呢，多啲補充頭先提及嘅食材啦，同埋足夠嘅水分、運動呢，
咁你患呢個嘅阿茲海默症嘅機會呢就會減低啲啦。多謝大家收聽。